在道长的护持下，丰原主祭公主位将虎爷的神尊重新安坐搬入新厝，以山林为设计理念的山洞，和虎爷重回大自然的怀抱。白白为了这个虎爷来起一个山洞型的，啊，其他佫拜托咱一个大师来又咱彩绘吼。 来互咱虎爷的厝园佫较水个。丰原主祭公表示讲，这阵虎爷共有100年的历史，趁今年虎年，庙方特别请人来牛寸树，替虎爷做一个新厝。这日天办一个简单的科技，和虎爷有新的气象。讲起来，虎爷嘛是算福德正神的地方坐骑啦，吼。 庆祝虎爷入新厝，庙方阁专工传请鸡肉甲鸡卵来祭拜，希望讲虎爷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，继续保庇信众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